对2017年开始，咱政府又开始实施1礼拜休2天，甲行宪纪念日等等这7天的假期甲提掉。今年10月，这立法院国党团嘛提出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草案，提案增加国定假日。劳工团体今向3大党团来发声，要求因支持甲过去的7天国定假日加回来，减少工时。还我替代假！立院快盘！立院快盘！伫立法院郡县老门口发口号，劳工团体要求立法委员甲过去为了实施一例一休，互人提掉的行宪纪念日等等7天假加回来。劳工团体讲，台湾的工时比侪国家长，国定假日也较少，应该恢复7天假，才会当减轻劳工的负担。人家日本全年有16天的国定假日，韩国也有15天，竟然我们只有12天，而且总工时现在呢，我们由去年的统计，我们是2019.6个小时，在39个主要国家中，我们排名第6，是属于高工时的国家。增加国定的假日的方向，不只是劳工可以多放假，也可以多陪伴家人以外，国内的消费经济也可以来做促进。劳工团体也呼吁立法院3大党支持增加7天国定假日，佮特别点名释出上济的国民党，赶紧把这个案件摆入立法院审查。国民党有派立委到场表达支持，民进党甲民众党方面是向工会团体表示等咧研究。我们希望在第3会期的时候，这个法案可以列为国民党的优先法案。我会在这个党团的会议里面来全力的来做争取。劳工团体讲，增加国定假日通降低劳工的工时，也通促进国内旅游经济，呼吁各党团支持。因也讲，会伫1月初2，搁再调集各团体，伫立法院4可为发起游行示威活动，表达诉求，也加配邀请3大党来参加。记者郭文林、卓凯台北报道。